冇到呢啦，没有咧媳妇。可能店的招牌是对嘢，客家人招牌样嘅。如果可能店的有當比較，主要係啲客家人啲嘅。由於喺台北縣越火市中正挑選嘅透能店，恐怖在台灣甚至全世界，用越火外名嘅透能店年頭在台兩位。透能是係由山東人帶過來嘅，費用公太嘅就係因抗人。到台北10間嘅透能店是由8間係抗人開嘅，一種透能客家化嘅現象，講起來係由橋風菜一手全世界。以前啲鄉下牙鼓啊，牙鼓加倍山東人，山東人佢都講喺做透能要出嚟照顧，所謂都停住學嗰個。應該49年宋世傑上帝用火嘅加用火都用在中間的豆腐個透能店，好早有條以前人較冇事啦，可以切到豆腐乾啊、開菜啊，那個五谷啲棒椒啊，其他香港人冇以前實香港人。偷偷嘅學，散漫嘅做。橋風菜採出事之後，設家出來開透能店。賺到錢呢，只想到投拜家鄉嘅苦人，轉到故鄉來招鄉親，同佢鄉下做透能。咁啊，以前都要開全面太皮咩？經開皮都仲係聽住滿嗰啦，咁一條即係嗰日上嚟淨係項目。大家聽講阿赤伯去9年做透能，上次上來台北同佢學，佢傾嘅事加起來差唔多是有2-3千三。沒有咧媳婦，這個錢啊熟啊，做停一學啊，係啊，做一技之長嘛，就做一種啊。咁樣做都見車見到，唔好一下都縮都買到呢，常常係啲客家人做一樣。做透能雖然公司嘅賺錢，唔過兩件件係辛苦錢。店人做我嘅行嚟冇到5點鐘，但冇有透能，但係有時切出嚟做棍，都等於出嚟都係嚟拉的，係用手嘅攪的，但唔會出嚟。呢一種行業較辛苦，不過係客家人看人就辛苦。不過所有種就都會出客家人夾。對越火透能搬出去嘅透能店，無論在台北甚至全世界，攏同阿赤伯有關係。橋風菜同透能店客家化嘅故事，實在嘅反映出抗人移民先見嘅生命力。招牌佢應該係都冇定數錢嘅啦，像淨係做到啲數碼錢，真係有關注做啊！喺個人面出多啲啊，也冇一個變啦。是啲客家人較隨和咩？係因為是四海範圍較大啊，四海皆兄弟啊，不過嚟帶出來做下都哪個國家都有。行業咩帶，好多嘢咩帶，招牌係有注冊商標嘅，本家就掛價10年嚟沒毛自己數錢啊。一般大部分如果還有看到透能店做客家人，一般都有90%啦，就有買到呢客家人，有開透能店嘅，有當比數，主要係啲客家人啲嘅。大部分都一樣嘅，而家上台灣都一樣，只要8年內都中央台東都係咩一樣嘅，出跟出依啲，冇呢做嘅客人較多，清楚好多。透能店嘅招牌都對係客家人招牌樣嘅。